香港嘅郊區風景宜人，唔少市民同遊客都中意出遊。但係遇上天氣乾燥嘅日子，就要小心注意山火嘅風險。天文台會根據天氣條件同埋草木乾燥嘅情況，發出火災危險警告。黃色代表火災危險性頗高，紅色就代表危險性極高。準備去郊遊時，記得參考當日嘅警告信號同埋天氣報告，仲可以預先熟習地形，掌握逃生路線。行山嘅時候，千祈唔好亂抌煙頭或者焚燒雜草。如果需要生火，記得喺指定嘅地點進行，並喺離開前徹底熄滅火種。萬一遇上山火，要保持鎮定，觀察火勢蔓延嘅方向，逆向逃生。你可以沿住現有嘅小徑走，選擇植物較少嘅路線。而橫向逃走咧係比較節省體力嘅。如果冇路可逃，可以用衣物掩蓋身體，躲藏喺已經焚燒過嘅地方，減低受傷嘅機會。如果被山火圍困，就應該立即透過以下嘅方法求助，俾救援人員知道你所在嘅位置，撥打999求助，又或者開啟 HKSOS 流動應用程式，按下 SOS 鍵，程式就會自動發送你嘅位置去到999報案中心。喺等待救援人員期間，你可以利用哨子、鏡或者電筒，甚至揮動顏色鮮豔嘅衣物吸引注意。呢啲物件亦都可以用嚟發放國際山嶺遇難信號、摩斯密碼或者 SOS 求救信號。郊遊嘅時候，請時刻保持警覺，安全至上。